前美国职棒选手郭宏志的生涯奋斗有真正面高倍力量，加上伊嘛是台南人，家己开店做头家，所以就讲究特别邀请伊担任球职风评的代言人。日前伫嘉义理大学球场所拍2支宣传影片，嘛正式甲大家见面。片中呼吁大家接握357的原则，会当安心，唔惊受骗。谨记求职357口诀，面试不上当。3必问：1. 问自己是要一份工作，还是要找一个事业；2. 问明相关的劳动条件；3. 问明确实的工作性质及职务内容。5必看：1. 是否合法经营；2. 待遇是否不合理；3. 是否暗藏求职陷阱；4. 面试是否过于草率；5. 是否有公司确所在地。7不做：1不缴钱；2不办卡；3不签约；4不购买；5不离身；6不引用；7不非法工作。谨记求职357，与陷阱说拜拜。开心啊，就是可以从这个过程中也自己了解说，类似跟劳工局的一些配合，然后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在求职或是当资方这一块，我们要怎么做可以让整个环境变得更好，这样子。雷讲叫将每一个求职者当作家己的囡仔，总是伫这个时阵千叮咛万交代。不管是找头路还是打工，千万唔通交身份证被不法业者使用，或者是还未上班就要买产品，询问甲就业无关系个人资料等等，都一定要注意。当然是公部门的办理相关的求财这部分，应该都是蛮 OK 的，但是有些人就是会想歪路，透过这样要证件、要缴定金、要先买住户、要缴多少钱来这位小给那这个时候年轻人思考没有那么多，哇，利润加好，就踏进去的事实上那都是一个陷阱。近年来求职诈骗手法不断更新，所以为了让大家保护到家己的求职权益甲钱包，市府就讲叫甲郭宏志联手1年校园，做伙夜去求帮。拍破求职限制，定无优胜的环境。台南求职必胜，来3、2、1，请挥击。好，我们高兴。新闻本集采访报道。